點解有機香蕉係增肌人士嘅必備食物？如果你係健身愛好者或者想增加肌肉量，咁你一定唔可以錯過香蕉嘅好處。有機香蕉唔止好食，仲有好多健康益處。首先，香蕉係一個天然嘅碳水化合物來源。每次你訓練之後，身體需要迅速補充能量，而香蕉就可以即刻提供能量，幫助你恢復體力。但你知唔知香蕉仲有一個超級關鍵嘅成分，就係鉀。鉀可以幫助你調節體內嘅水分，維持肌肉功能。特別係訓練後，香蕉入邊嘅鉀可以減少肌肉痙攣，令你可以更快從激烈訓練中恢復過嚟啊！對於增肌非常重要。除此之外，香蕉仲係一個天然嘅膳食纖維來源，有助改善消化系統，令你嘅身體可以更有效吸收營養。當你嘗試增肌嗰陣，身體對營養嘅需求大增，香蕉有助你更加高效吸收蛋白質同其他營養成分。有機香蕉仲含有維他命 B6， 對製造紅血球同保持神經系統健康非常重要。當你訓練嗰陣，血液需要更多氧氣同養分供應到肌肉，而維他命 B6 可以幫助提升你嘅血液循環，支持肌肉增長。咁你應該點樣食呢？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訓練前或者訓練後食有機香蕉，佢嘅碳水化合物可以幫你提供能量，而鉀同纖維就幫你保持身體平衡，同時促進肌肉恢復。無論係訓練前後食，有機香蕉都係一個極速又健康嘅選擇。最後選擇有機香蕉，唔單止可以避免化學農藥嘅影響，仲可以令你享受純天然嘅味道同營養，對你嘅健康更加有保障。